早晨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 channel，CLS、comment、like、subscribe。你哋嘅支持對我哋嚟講好重要，記住撳埋我哋個鐘仔啊！一有新片更新，都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哋。大家好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貓奴，今日都係國際新聞系列。以色列正式對呢個伊朗開火。咁喺呢個短片入邊，咁首先我係會用幾分鐘講解翻成件事嘅背景。因為佢哋兩個之間恩恩怨怨，有可能都要講到菩提老祖咁耐。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有可能咁我喺將來呢，咁我都會以其他形式或者其他嘅短片去講解翻佢哋兩國之間嘅歷史。咁中間當然都會講翻佢哋兩國之間開火嘅時間線啦，兩國之間嘅軍事部署，同埋而家國際之間究竟係有咩反應，同埋嚟緊究竟去對呢個全面開戰嘅可能性係有幾大呢？咁首先啦，我哋都會講解翻兩國之間嘅恩怨先。以色列同埋伊朗呢，其實就唔係突然之間開火，佢哋嘅仇口呢，其實源自於都係好耐之前。喺1979年伊朗嘅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嘅政權呢已經視呢個以色列嘅國家呢為呢個非法嘅猶太國家。其實曾經都公開揚言過，要喺將呢個地圖裏邊抹去，即係將呢個以色列喺呢個世界入邊消失。咁喺過往咁多年之間，其實伊朗亦多年嚟咧支持哈馬斯真主黨嘅武裝組織啦，透過黎巴嫩、敍利亞、加沙進行呢個代理戰，即係直接係對佢哋進行呢個軍援，對呢個以色列嘅攻擊啊。咁關於以色列嘅方面啦，都多次係暗殺呢個伊朗嘅核科學家啦，破壞佢哋核設施，阻止佢哋擁有核武。咁當然今次嘅行動都係最主要針對佢哋擁有核武呢一個部分。國際原能處已經指出佢哋係擁有呢個武器級嘅濃縮鈾，咁都引發喺唔同嘅國家對佢進行呢個關注。咁截至到呢度目前為止，講到尾其實呢一場戰爭都唔係突然之間發生，咁當然都係積壓咗幾十年之間嘅爆發啦。而去到2024年，以色列更加對呢個伊朗嘅代理人，包括呢個哈馬斯同埋真主黨進行大規模嘅攻擊，包括好著名嘅電話斬首事件。即係將佢哋嘅電話引爆，令到佢哋嘅管理層嘅人員啦，或者佢哋本身成個組織嘅人員咧，非死則傷嘅，令去到其實簡單啲講句都係大大咁削弱咗佢哋嘅力量，同埋直接將佢收皮咁滯。好啦，時間線去翻而家，去到2025年6月12日嘅凌晨，以色列係正式對呢個伊朗進行咗呢個獅子覺醒行動 Rising Lion。部署嘅內容包括係出動咗200架戰機，由本土塞浦路斯美軍嘅基地一齊起飛，攻擊目標係伊朗境內多個核設施，包括呢個納坦茲、伊斯法罕同埋阿拉克。特種部隊嘅滲透同埋加埋無人機嘅偵測，以色列係成功擊殺多名伊朗革命衛隊嘅高層，同時使用滲透型嘅電磁武器癱瘓咗伊朗嘅雷達系統。去到呢個時候，我哋睇得到以色列嘅攻擊呢，同以前過往同伊朗有可能都係一個象徵式或者表態形式嘅攻擊，係非常之唔同。呢個行動係相信對伊朗整個嘅核系統或者核武器嘅設施都有一個大大嘅破壞。咁以色列點解會有呢個信心？當然就因為佢嘅銅牆鐵壁咯。而鐵穹系統係咩嚟呢？就係以色列嘅多層防空系統，佢主要由3組主力嚟組成。短程嘅話呢，就會有一個短程嘅火箭同埋無人機嘅攔截。而過往喺資料顯示，呢個攔截率係達到90%。中程呢，就係使用一個叫大衛投石索嘅系統，而長程都會用一個彈道飛彈啦嘅防禦系統去負責。所以過往你會見得到呢，喺哈馬斯有可能喺還擊嗰方面，你會見到有可能好多飛彈飛過去，好似放煙花咁樣。點解呢？就因為以色列呢就會喺空中已經係成功攔截咗佢。以色列當然未驚過咯，但事實又係咪咁呢？咁去到6月13號嘅晚上，伊朗係作出一個迅速嘅反擊。去到6月13號，伊朗喺一個地方係卡姆嘅清真寺，佢掛咗一面紅色嘅旗。咁而紅色嘅旗呢，係代表啲咩呢？喺當地嘅官方同埋民間嘅媒體都係講翻呢個係一個復仇嘅象徵。而當晚你都會見得到，佢係發射咗超過100架無人機同埋多枚嘅彈道導彈，直接襲擊以色列嘅特拉維夫、內坦啊、
耶路撒冷。當然以色列都有啟動到呢一個鐵穹嘅系統，再加埋美軍嘅支援，其實係有攔截到大部分嘅導彈，但係都有唔少嘅導彈係漏網之魚，直接入到去以色列嘅市中心。暫時資料顯示係造成最少係3死40傷。去到呢個時候呢，以色列同埋伊朗都算係你一拳我一腳。當然啦，咁邊個拳大啲呢，就要睇落去邊個傷啲啦。但係除此之外呢，以色列都係攻心為上。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呢，透過影片係向伊朗嘅民眾直接作出一個呼籲。呢個呼籲就有關於自由，去講述就係伊斯蘭嘅政權呢壓迫咗人民，即係伊朗嘅人民已經接近50年。佢都威脅要摧毀呢個以色列同埋一啲西方國家。而家佢哋就係為自由而戰鬥咯。同埋佢都表示，除咗打擊呢個核同埋導彈嘅威脅呢，都係為一啲伊朗嘅人民呢排清一個障礙。咁障礙係咩？當然係伊朗政府啦。等呢個伊朗嘅人民呢可以通往呢個自由之路。咁啊，好明顯啊，呢個做法主要係有2個嘅可能性。第一，希望由內部去作出一個破壞啦。透過呢個公開呼籲呢，內塔尼亞胡呢係希望可以令到影響到伊朗政權嘅內部穩定啦，同埋激發起當地嘅人民呢對自由啦嘅渴望。同時之間呢，以色列都係想喺呢個戰爭上邊呢攞到一個道德嘅高地。點解會咁講？因為其實佢而家就開始偏移到，其實係為咗伊朗人民去爭取自由、解放人民而作出戰鬥。由呢度開始已經睇得到咧，以色列今次嘅攻擊咧係由外到內噶啦。外就係直接攻擊嚟伊朗嘅核設施、核武器。由內嘅話，你可以睇得到佢都係弱化咗成個伊朗嘅政權內部穩定。點解會咁講？首先，伊朗嘅高層咧已經受到佢係斬首式嘅玩法啦。而我哋睇翻過往嘅記錄呢，其實你可以睇到以色列呢做任何嘢咧都係好有部署，好似過往去對哈馬斯咁樣呢，由一啲臥底去滲透去哈馬斯嘅組織，買一啲通訊設備啊，呢啲通訊設備放晒去由高層去到唔同嘅人員都擁有，之後再去一個引爆，去令到好似一個斬首形式，非死即傷㗎，去到一個 moment。同埋唔係一波半波，你睇翻倒翻轉哈馬斯就唔同啦。哈馬斯有可能一個音樂會襲擊事件，其實佢哋就冇後邊嘅部署。你可以睇翻以色列同美國嘅關係，因為美國呢，其實喺早前其實係有同伊朗去傾，究竟嚟緊你可唔可以放棄核武先？放棄核武呢，就可以擁抱呢一個西方國家啦。即係有可能換取就係一啲解放一啲封鎖啦，解放一啲限制啦，有可能同你傾生意啦。其實呢一度而家睇翻呢，陰謀論啲咁講啦，當日究竟美國知唔知先？美國知唔知以色列其實有呢一個行動嘅先？如果佢知嘅話，咁其實同伊朗傾個目的係乜嘢呢？係真係想去放棄核武啊，定係而家係放低一個警惕？嗱，而美國而家係講明啊，首先佢係冇直接參與到攻擊嘅，但係事前係知情嘅，兼且係默許咗呢個以色列行動嘅。咁當然啦，事前知情究竟係幾時前？咁呢個係得佢哋2個知啦，已經去到。咁好啦，而家講到事後，因為你可以睇得到以色列嘅銅牆鐵壁呢，其實呢係有少少穿嘅。咁而家呢，其實佢講明啦，都係會出動到呢一個防禦系統幫助佢。去攔截到伊朗嘅飛彈嘅，同埋都可以睇到阿 Trump 啦，係公開表態，講明呢個行動係非常成功、非常優秀，同埋都係重申，雖然好老土啦，佢無論同伊朗傾又好，或者而家見到以色列嘅行動都好，都係講明伊朗係唔能夠擁有核武嘅。美國嘅防衛部署都係加強咗，咁航空母艦已經係駛入咗呢個波斯灣，部署咗B-52嘅轟炸機去呢個中東嘅基地，而喺呢暫時去到呢個目前為止咧，其實我個人就冇任何立場嘅，即係並冇話一定要企邊一邊。但係我只不過會覺得幾好笑嘅一個地方就係美國嘅總統係咪有可能唔記得咗佢曾經都溫馨提示過烏克蘭撈卡呢一個狀況啦？其實伊朗究竟會唔會再聽？即係純粹你話同佢傾話唔能夠擁有核武，但係其實如果咁樣係咪撈卡咯？咁但係當然啦。去到呢個 moment，有可能我哋睇落去呢，其實當初嘅傾其實只不過一個煙幕啦。而究竟呢一個傾或者呢個談判
係咪配合埋以色列嘅一系列行動呢？咁相信一定要係去到將來先可以得到知道究竟個結果係乜嘢啦。咁那邊廂啦，我哋去另外一邊啦，又睇另外一個大佬啦，就俄羅斯啦。不如睇下，咁俄羅斯嘅外交部咧都譴責咗呢個以色列㗎啦，就話佢違反國際法啦。咁唔明點解佢仲原來係知道有國際法嘅？咁俄羅斯嘅普京咁都警告啊，如果攻擊伊朗嘅核設施啊，咁當然啦，因為核設施爛咗或者一個破壞，係會對環境係作出一個影響啦，係可能會造成呢個放射性嘅災難。佢竟然要求呢個安理會就立即開會或者處理啦。咁當然佢都暫時就講話佢係中立嘅，咁但係呢，咁佢又會同伊朗嘅情報共享喎。咁喺呢個時候，我哋都可以睇下其他唔同嘅國家係有咩講法啦。咁英國方面就係都係暫時就冇話攻，亦冇話幫邊個，咁同埋都冇話去作出一啲咩防禦嘅。咁反而法國我哋就可以睇得到，佢話明就唔會協助呢個以色列嘅攻擊㗎啦，但係又反而咧會幫助佢一個防禦系統入邊嘅。咁當然啦，呢個戰爭係一定會帶嚟唔同嘅影響啦。咁國際油價暴升呢已經超過10%，咁市場呢個恐慌情緒呢係當然會繼續升溫。中東嗰個方面嘅航線一定係會大亂嘅啦。咁嗰個航空嘅管制啊，或者所有嘅飛機呢，都應該係要改道噶啦。而我哋都可以睇埋呢個最叻發表聲明嘅組織啦，聯合國啊，秘書長都強烈呼籲雙方係克制啦。咁但係當然我相信都冇人會理佢噶啦，而家。咁後續呢，其實最主要係可以睇到啲咩呢？就係當然啦，暫時個戰況係唔明朗㗎啦。咁但係暫時睇落去呢，個牌面上面當然以色列係會高少少啦。因為以色列呢，而家睇翻，無論係美國又好，法國又好，其實佢哋已經係都講明會幫助一個協防啦。咁如果喺一個協防係完全冇問題嘅時候呢，個情況好大機會係會行到去就好似哈馬斯當日咁。咁但係當然，伊朗係咪等於哈馬斯？咁當然唔係啦，因為而家我哋睇翻最新一次伊朗嘅反擊呢，其實都係有部分嘅飛彈係直接入到市中心。咁呢一個係可以明顯睇得到，係絕對會影響到以色列嘅部署。所以而家最關鍵嘅，首先第一樣嘢，究竟以色列嘅鐵穹系統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一個完全嘅防衛呢？因為過往喺哈馬斯又好，或者伊朗都好，其實佢哋嘅攻擊呢，大部分或者接近我諗99%啦，都係入唔到以色列嘅，或者已經係攔截咗，即係入到去以色列，但係空中已經係攔截咗噶啦。而再加上最主要啦，究竟伊朗究竟係咪真係擁有核武先？而呢個核武係咪已經去到一個成熟嘅階段呢？因為都要知道其實9級跳牆，因為當一個國家已經去到一個獨裁嘅時候啦，而佢哋又係未死或者即係話事人未死嘅時候，其實佢要撳個掣呢，如果係真係冇人可以阻止得到咧，佢當然可以發射啦。咁呢個當然大家都係即係絕對係唔會想見得到。同埋又係去到影片嘅尾聲啦，都係又係要老土咁講句啦。咁其實咧戰爭呢係從來都冇一個得益方嘅，受苦嘅都係人民嘅啫。咁所以最後都係希望呢啲戰爭呢係盡快去停止啦，同埋盡快係完結嘅。事態發展我哋係會持續更新嘅，希望大家聽完呢個短片都可以留個言俾我哋啊！無論任何意見都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噶。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可以撳埋我哋個鐘仔啊！如果有任何短片更新，都會即時第一時間通知你哋。我哋下次見，拜拜。